天仁啊，听讲你这几天拢无去公司上班，所以我来看你啦。我有请假啦。天仁啊，你都讲阿玲都已经订婚啊咧，你叫当时都休玲哦，伊即摆都爱改嘴叫妈妈，哦。无要紧啦，规矩互因结婚的了哦，再来叫就好啊。天仁的个性哦，我嘛最了解。妈，爸，恁讲恁的代志，我莫到这甲恁搅扰，暗你这。天亮，天亮，这个囡仔足唔捌礼数啦。亲爱，亲妈，遐济啦，这。亲家啊，可能吼，刚阿玲有需要误会的款啦。啊是讲，日子拢经好势啊嘛，啊就安尼决定了啊，吼。我咧想啊，可能若结婚咧无代志啊。是啦，亲妈，你对阮实在真好，佮开遐尼济钱买遮尼济礼物来互阮，实在感谢你。你吼，都已经家己的人啊，你甲我遮尼客气。哎，讲起来吼，董事长对阮理解的温情哦，较大天哦，阮三代人也喊袂清哦。哎，有影啦。哎，我咧最近哦，有镜头搁举起来，较无方便出门啦。啊，你嘛亲戚讲，有闲过来遮开工啉一下茶。是啊，我转来吼，一定要转达的。啊，无，我还有一寡代志，我先过去。安尼啊，快过坐啊。好，来去啦。好。天仁啊，还唔出来了？莫家己啦。爸，哦，这囡仔足唔捌代志。啊，丈要转去，较出来送你酒店内底。是。暗，请。好，那来去。哦，先行。天仁，恁爸爸遐尼济岁啊，身体够歹，你莫互受气好无？好啦，我知影。恁爸爸自少年也毋捌享受，互伊加遮几年啊，事项拢顺利好无？我会啦。对啊，你这我有代志要问你。你到底有什么心事？你做你讲出来。无啊。无。我听讲你甲嘉玲要分开有影未？我本来意思是讲暂时分开，因为最近我什么暂时分开啊？啊！你根本就无阮陪伊嘛你！爸，你我咱莫生气啦！天仁啊，紧甲爸爸下唔对啦！你莫生气啦，拢是我唔对。你也猜你唔对，啊！你也猜咧，我做生意失败，欠人规身躯债务，就是董事长替我hand的呢。要若无我这几日你感觉内底鬼，你知无？知。你知？好啦，我莫气啊，莫气啊！人看咱有气，互你做经理，煞了高查囝要嫁你做某，煞过来升起做总经理，啊！你今做这款代志，你根本就无阮陪伊嘛！我莫气啦，咱来去。好，我讲较济无路呀。为着恁结婚的日子也已经定，你着结婚了，好好对待雅玲。要若无吼，你变成传伊算笑。好啦，咱入去，
袂啦，咱救后面小妹，我去咱兄弟。差不多。后面小妹，天边天将，雷雨连车将士，请再度和地主丁泰山再饮一杯。这杯上重要，请你一定来饮杯。我来老主，我一定好好答谢你，请饮杯。 哦，我赢啦！我来拔掉老主啊！我来拔掉老主啊！啊，对，我来拔掉啊！对。歹势哦，歹势哦。阿爸哦，恭喜哦！吼，你掉老主啊咧？对，阿爸掉老主啊啦！诶，国台啊！ 规面子吼，咱拢该抽倒转来啦！哎，我看罗素你唔当玩呀！哎，你安那？我坦白跟你讲啦，后届乡长吼，我要甲你赢倒转来啦！你免小心啊你！你无听人讲哦，赢人会变，变人会赢。 小我啦，咱无爱入去拜拜啦。啊，阮这才有去拜家啦。哦。啊，我就带遐济囡仔伫个，无方便入去拜，但我后拜嘛是共款。对啦，你要叫阿戴叔叔。阿戴叔叔，你毋是讲要做阮爸爸？阿吉啦，俺咪去叫爸爸。爸爸。阿戴，我看你受阿吉来做客家好啊。好啊。哎，无安尼好啊。 今日是好日子，我请恁大家食饭。啊，这等你。我是要订个啥物啦？啊，就订这阿姐啊，有爸爸，毛妈妈。以后算起来，恁三个人就是一个人啊。 阿宝，后头有的呢。哦，你今日哦，会当安尼顺利抱着老主吼，这是咱四圣宫哦，迄个乌面纱甲咱保庇以外吼，咱讲真诶，这逐个乡亲哦，哇，对你足支持的呢。当然啦，无人安尼啦，吼，迄菜店迄办了有够赞的啊。毋是干菜赞尔呢，我今仔去准备这哦，你看，这个烧烟81年的呢，有影无？这是我今仔日吼叫着老主，咱头家啊，餐厅啊，这个油档的吼，特别赶出来呢，变成是你本相啦。你是咧暗藏哦？你唔知哦，我知你爱啉酒啦，歹势，阮后个较爱啉啊，这意思，来，咱搁尽量，用一个。多谢。谢谢。来，现在，好，油档这菜还是赞的，后头81年无？有哦。不要转过来呀！阿芬啊，你今天来啦？阿芬啊，我老爸吼，这摆看到老主吼，要邀请恁规家伙啊，安尼来，今日你来。是啊。啊，你老爸跟你大兄呢？俺有一寡代志要处理，我就来，我代表。别来，来到，来，没有啦，我主要搁一寡囡仔要照顾，我先来走。好嘞哦。无我送你出来。别拿蛋，我送你转来就好啦。好啦。还是我。别，在家里啊。我先来走诶。来等。好。阿爸继续。来，继续。81年。要够有啦。谢谢。你要加糖无？嗯。
近啉咖啡好亲像不爱加糖。莫加糖较有原味，较自然。是啊，较自然较好。雅莲，我要慎重向你回失礼，真感谢恁兜对阮兜的帮忙，实在足济，谢谢。天灵，你安尼讲是将我当做外人是无？你唔通袂记呢？咱两个人就要结婚啊，以后就是翁仔某啊，对无？过去的代志就互伊过去，莫讲啥物回失礼啦、感谢啦，你讲对无？你敢知影？我即摆上介欢喜的，就是当甲你恢复甲以前的感情同款。迄个白雪公主就等白马王子来。他说那白马王子若无来吼，那白雪公主伊永远拢第一困，永远拢无法度起来啊。白雪公主是不是死啊？唔是，白雪公主唔是死啊。白雪公主伊是第一等白马王子来救伊。他说那白马王子若你个转来是要创啥？你的伤好真济啊！我是专工伫这来向你的。是为虾米？迄敢是我已经送你啊？多饲法袂出好水果。我要结婚啦！老师你起来咯！我知影，白马王子来看白雪公主，白雪公主伤欢喜啊！老师，你是安怎啊？是无安怎？老师姐，叫我结婚就会用的。你先是用迄个要结婚，我嘛真欢喜公司无甲你解脱，我嘛真感谢你，嘛帮我真济。你先是，你敢知影公司敢搁会来拆这间厝呢？代志实在袂解决，我嘛唔知要安怎甲你帮忙。公司工学部的经理即摆叫外人啊，我袂去再管规个开发游乐区的代志啊，也无啥物机会搁来遮。这是一个好所在，我会永远怀念这个所在。你敢知影啥物时阵？你来拆这间厝？唔知影，这个工程即马是董事长亲身咧负责，恐惊足紧就会来拆厝。足紧就来拆厝。阿姐，厝若拆着，我都无厝通个住啊！阿姐，我求你莫拆这间厝好无？阿姐，厝若拆着，我要住倒位？阿姐，你好心甲我帮忙一下，我跪落来。阿姐，我求你啦！我求你啦！妈，你起来！阿姐，我的厝莫拆好无？阿姐，我求你，莫拆我的厝好无？阿姐，莫拆我的厝啦！恁紧起来啦！恁听阿姐讲，恁听阿姐讲，阿姐唔是头家，阿姐也无权利来决定。恁安尼甲我跪嘛无路用啊！紧起来好无？紧来！咱莫去为难阿姐啊！阿姐永远斗相共作济，赶紧起来！来，咱家己来继续办法，知影无？赶紧起来！好。恁大家拢足乖，拢足听话。阿姐一定想办法来甲恁帮忙，找一个厝互恁住。李先生，多谢你的好意，有厝互这个囡仔住，那是我的责任，也是你的责任。我无想要互你真够麻烦。
也唔知影天灵走去倒位，死袂找拢找无。恁两个搁在冤家啊？无啦。妈，为着天灵，我的个性应该爱真济啊。妈，你敢知影？我就惊伊生气，我就惊伊伤着伊的自尊心。安尼就对啦。迄查某囡仔应该安尼想啊。总袂好讲吼，将咱担咧咱厝内面迄个性哦，啊摕对天灵因兜去，安尼个唔对啊。这哦，翁仔某的感情，啊母仔的感情，迄无共款呢。再讲，我嘛感觉天灵的个性应该无遐尔固执。我感觉爱一个人实在足痛苦的，我足气阮家己，是安怎爱天灵，爱到遮尔深。妈，你敢知影？我熟识真济条件比天灵搁较好的人，但不过我安怎看拢无够的。这吼叫做缘分啦。唉，爸爸妈妈嘛干生你这宝贝查某囝尔，我嘛希望讲你较早结婚啊生囝，迄加生几个后生后阮哦。第二胎可以生咱伊家的生，这代志我拢甲天灵爸爸妈妈吼拢讲好势啊咧。妈，听你安尼讲，那安尼我结婚足重要的哦，安尼我会愈来愈紧张呢。干查某囝，这是妈妈希望安尼，我嘛毋是互你压力。妈，其实哦，我嘛足想要生一个后生呢。你若安尼想吼，安尼一定是查甫的。真是的。是讲吼，你的结婚的物件吼，嘿，妈妈拢甲你传啊差不多哦。安尼天灵走去倒位？哪玲啊，你是要开倒位啦？要开去嘉义工疗事务所。喂，我是副总，请问李总经理有落去嘉义无？有啦，伊总经理下晡有来家己，嘿，啊，毋过伊即摆假无法出去呢，嘿，啊有啦，我有听讲，伊明仔载才要转去台北呢，好，我知，好，再见。我就知影伊去嘉义。啊，这个时阵走去家己是要创啥物货啦？啊，有影吼，啊无事要找事的啦。当然去找伊个真好查某囡仔。哪哩？你莫后白想，你规定吼，你若要结婚啊，莫搁甲我惹事端啦。妈，我无想要搁再忍耐啊，忍耐是有一个限度的啊。即摆伫咧天灵的生活内，敢若有迄个胆小姐，结这款婚有啥物意义咧？只是增加痛苦而已啊。这个代志吼，我一定要好好甲恁爸爸参详一下啊。怎无讲，啊，咱对天灵因一家口仔遐尔好，爱真像伊安尼忘阮背义，有影吼，迄袂堪要我受气的。妈，你即摆生气也无路用啊，我有办法对付天灵。大玲啊，我看吼，我还是来找天灵爸爸妈妈吼，讲一下清楚的，叫因吼一定要互咱有一个交代啊。无需要啦，我要互天灵得到报应。呀，恭喜你吼，是来做总经理啊！一杯喜酒一定要请我啉哦。啊，人娶某是花头喜面，啊，你若是有人干啊？我是应该为我家己结婚，是为着我的爸母。讲一句，我知影我对不起阿玲，我无应该过来遮。安尼讲开，恁的婚姻可能是真复杂无？我的心情搁较复杂。细汉，你对我讲过，是非爱分明，人情黑白，踮在一个无情现实的社会，事事着爱看
相识。妈妈，你交代的话拢有听，人生的路途，阮步步小心行。妈妈，怎样你袂记对我讲，爱情的